大家好，我係阿 Jo，歡迎收睇我嘅 channel。上一集呢，介紹咗西安第一個景點啦，第二個景點一定要去嘅就係華山啦。首先呢，我哋事先喺 trip.com 度訂咗華山嘅1日團套票，早上7點呢，就要喺酒店出發。由西安市出發到華山呢，全程係大概要2個鐘。而今次我哋揀嘅旅程呢，係西上北落，搭西風索道嘅纜車上到最高，行晒啲山峰之後，再慢慢行返落山。記得唔好揀錯北上西落啦，除非你好好體能啦。如果唔係都唔太建議嘅，因為成個華山之旅呢，時間都好緊缺，山係非常之高同埋陡峭，唔會夠時間落山嘅。坐車期間呢，導遊姐姐都會講解一切華山要注意嘅事項，包括會派發手套啊，同埋祈福絲帶。呢度呢，只係秦嶺山腳，仲未係華山嘅。多嘢拎㗎啦！再喺遊客中心集合，呢度呢都有行山杖可以買嘅，但我覺得冇乜必要。注意安全，如您需要幫助，請就近聯繫身邊工作人員。再要坐多40分鐘巴士先可以去到華山山腳。我以為係有免費嘅電梯上，我意思係講。哇，安利追了。來，沒有買票，這裡買票了，有票進站了。呢度強烈建議呢，一定要坐呢啲卡車上去嘅，因為一開始嘅樓梯呢，都要行成半個鐘，喺度浪費體力呢，係絕對唔值得嘅。上到山頂仲有大把路要行，只係俾多幾十蚊人仔啫，大約2分鐘到就上到去啦。我呢啲卡車呢，就行餐懵嘅。成段西風索道呢，大約20分鐘到。呢一度呢，係可以飽覽到成個華山嘅氣勢。
华山景区特级防护区，景區內嚴禁煙火，禁止吸煙。依據森林防護條例，我哋喺度食埋嘢先，正式上山嘅時間就係12點啦。而第一站呢，就係西峰。我覺得呢3月尾呢段日子嚟呢，就係啱啱好嘅，因為天氣唔太凍，又有少少雪景，而且臨近假期前呢，人流都唔算多。文明游览，共同守護森林安全。過啲上車嚟俾錢。過嚟，出得口。哇，好天都咁，你諗下嗬？你哋使唔使我拖嚟？唔使，好得閒。佢話唔使得啦。你見到地下嗰啲石級啦，其實都係好陡峭嘅，行上去嗰陣呢，都要好小心。我在這裡。呢度呢，其實有好多嘅補給站嘅，隨時隨地都可以買到嘢飲、買到嘢食，所以其實唔使帶太多嘢上嚟咯。小锁子20塊啊，沒有客鎖的客碼鎖，這個鎖子到了沒有？跟客碼鎖上山嘛。看到有一往外。啊，這裡青面島來。呢個你啲腳法咧？呢度啊？我嘅作業可以點行啦，做翻，跟住我。而家呢個位冇人啊。啊，跟住我。啊，對1、2。俾我後邊。好吧。走啦走啦。呢度呢，就係西峰頂啦。西峰頂呢，就好似係求功名嘅，咁你記得喺度掛求福絲帶啦。往另外就3個了吧？一樣的，就那個3個，這個3個，這個3個山是不是？不懂。確認一下是不是3個山啊？3個啊？大會。確認。唔係對好苦嚟嘅。喂，跟住喺度啊！行山竹都430幾單。你計埋纜車吧。可愛。喂，睇住我，你滑雪啊！滑雪啊！
一個山峰呢，平均都要行30至45分鐘，所以每行一個山呢，其實都要唔少體力。你马上就要穿上了，你把你一脱，你就会觉得很冷。你見啲樓梯呢，其實係非常之多嘅，所以你話係北上西落呢，都唔知你點行。南峰顶上有米线吗？我全靠这个支撑我来的。講，你企講唔理佢，你企講，係啦，係咁，唔使理佢係啦。要等佢影先，因為人哋遮住佢。到啦，呢度就係成個華山最高嘅南峰頂啦。成個華山呢，最高有成2000幾米，喺最高點呢，求事業同平安就最好啦。記得呢，喺呢個華山論劍嘅石碑度打卡，每一個山峰都有嘅，但係呢一個先至係最高嘅華山論劍。下一站就去中峰啦，但係沿途呢會先經過南天門同埋長空棧道。個長空棧道呢係俾你體驗一下呢喺山邊行嗰陣冇欄杆時嘅體驗，你想挑戰恐懼呢係可以試下嘅。係喎。你過去啊。慢慢來，沒關係，慢慢來，不急。
人可能还要再往后一点。没有。他们从那边下来的。呢度呢就係中峰啦，呢度又叫做玉女峰，所以呢度求姻緣呢就係最啱噶啦。由於時間關係呢，我哋已經去唔切東峰啦，因為我哋準備搭6點半嘅車，所以5點呢，我哋已經要落山啦。可以了，从那儿可以跨进去。明明还你就站在那里，过来这边。落山嘅路呢係非常之陡斜嘅，記得要揸實個扶手。这到北方我感觉不是很近的。我到屋看着笑了。哎，你从那种加油！而且刚才东西那个地方。聲稱啊，但係唔知坐滿咗架車會唔會理你啦？冇人向上高咗㗎係咪？冇人向上高咗係咪？誒認真我哋有啲落山位呢特別難行嘅，你要非常之小心。都是问题，老子估计就是真的。那这在领口跟人家回去，其实领钱那俩就是个。黄家的妈没这么远是吧？那才学了吧？那叫激励人，站住！
还有多远？还有直线1公里。你看一下，对面是上。喺嗰度落嚟，往下面落啊！唔係啊，唔係喺呢邊做啊！你順住嗰條路落嚟得啦。啱先嗰個影相嗰度，嗰條路嗰度。直落。都咪自己啊！好過講啊！呢個講啊！我哋數得啦啲。我唔得啲嘢。依家出拍噃，我又望緊同一定等得咯。爛隻嘅，嗱呢個員工揸正。冇食嘢啊！咩啊？哇！呢個咪頭先嗰度咯。頂硬上啊！屌你，喂有啲花喎。落山。喂，一陣記住咧。好快啊！你哋啊！呢啲係以前士兵嗰啲熟道啊！虎棧道，贏啊！係啊，阿哥望呢邊湖南，應該係。跟住有2個行山，一個唉，完啦！臨落山前呢，終於都去埋最後一個北峰啦。影啱俾人睇，影啱影過嚟。係啊。起北峰呢，就真係求財㗎啦，因為就咁望落去呢，華山嘅景呢就好似一個元寶。記得呢，最後就去埋呢一個點度打卡啦。呢一個景呢，就睇到晒成個華山。你用那个，但是是对着。你说的，你方便你快点来，来，下次我说。